真係舒服晒，終於都可以變翻做妖狐。我仲以為冇呢個機會添。好嘢，時間啱啱好啊！以為佢就係坐馬真身啊！冇錯，佢就係惡貫滿盈嘅大盜妖狐撞馬。哼！你又試想掟啲炸彈過嚟啊？喺咁多種妖怪之中，你係有支配能力嘅高等妖怪，可以同咁高等嘅妖怪交手，真係榮幸啊！不過唔使幾耐，我就會打敗你。哼，被打敗嘅人係你啊！我而家先至可以清楚咁睇到，呢啲漂浮喺空中嘅嘢，一定就係你用妖氣控制嘅火藥啦。我一早就已經知道，要對付你呢種妖怪之中嘅精英，一啲都唔容易。如果單憑南野獸一嘅實力，要收拾你，似乎仲差些少喎。哼，冇錯，係差些少。正因係跌落地攞翻炸沙，就算係你，都冇可能打敗我噶。哼，你係咪想試一次啊？呢一種叫做追蹤炸彈，係我用妖氣製造出嚟嘅亞生物體。只有精英級嘅妖怪先至可以擁有呢一種力量。呢一層我都知道嘅，但你有冇聽過一種叫做魔含羞草嘅嘢？當佢遇到震動或者感應到火嘅時候，就會合埋。本來係盛產於南美大陸嘅。我對呢啲嘢一啲興趣都冇。你已經被包圍啦。喺呢種情況，簡直就係九死一生。咁就要睇過先知啦。魔含羞草一向都係好難服侍嘅，只要有任何喐動或者火同熱力，都會引致佢向你攻擊嘅。旁述完，如果你唔想死嘅話，就千祈唔好喐啊！睇嚟呢一棵魔含羞草已經認定咗你係佢嘅敵人啦。